台湾女孩周子瑜在韩国以团体 TWICE 出道，获得超高人气。17日难得开启个人在镜头前下厨，做的是台湾道地早餐蛋饼。但她身为料理菜鸟，光是切个菜就让粉丝看得心惊胆跳。但最后还是在队友的一起合作之下成功了，还发现有台湾粉丝在看，特地用中文跟大家说再见。韩团 TWICE 成员 Sana， 粉丝们好，我是 Sana， 嗨，大家好，穿着围裙，周子瑜化身小厨娘，难得要在镜头前下厨，看看这桌满满的食材，她自信满满的表示要做台湾道地早餐蛋饼。韩团 TWICE 成员周子瑜怎么弄？哈哈哈哈！不过因为韩国没有蛋饼皮，他只好从饼皮开始做起，却放入过多水量，被网友不断提醒水太多了，还被笑是在煮汤吗？超萌的下厨模样让粉丝在镜头前笑个不停。之后团员定妍和 Momo 加入，拯救周子瑜的失败蛋饼。韩团 TWICE 成员定妍做起来和妈妈做的味道是一样的吗？妈妈没有做过这个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闲聊的时候，周子瑜还不小心爆料妈妈没做过蛋饼，惹得全部人哈哈大笑。之后周子瑜还亲自下面要来做麻酱面料理，煮好后还贴心的喂了镜头外的工作人员一口，给大家品尝看看。最后他发现到有台湾粉丝也在看，便用中文跟大家聊天。韩团 TWICE 成员周子瑜这次的料理过程可能做得没有很好，感谢你们还是很认真的观看我的，感谢你们，我爱你我爱你。经历3个小时的吸引100万人次收看，虽然当中有许多手忙脚乱的过程，但看到他认真模样，让粉丝仍大赞他很有心，也觉得周子瑜可能是又想念台湾美食了。